即个啥物是保语啊？吼，咱先甲做一个动作就好。请问，保语是妈妈的语言吼，真正拢说保语咱妈妈的语言啊。所以即摆，你若看咱即摆新政府讲新南向吼，新南向往往是对的，是应该做。毋过呢，你若用毋对啦，方法若做毋对吼，会稀累的，知吼。比如讲，较有新住民对啊。 为着要鼓励讲新住民话，比如讲越南话，还是讲即个泰国话、印尼话，就讲要讲妈妈的话，所以要甲伊母语引导做成妈妈的话安尼。这有啥问题？你若无去来定做妈妈的语言吼，嘛请问吼，学校啥物事？妈妈学校。后摆两个回母校，大家回母校，你爱等你妈妈的厝，对无？对无？ 所以后摆你若毕业了，你回母校，你妈妈读过，你来等伊遐。这就是啥？就讲吼，你要新南向真好，但是你若无定根伫本土吼，你要讲啥物新南向拢假啦。你若无主体性，你拢假啦。迄就敢若咱股票个款吼，乌白走吼，真正所以呢，即个母语呢，一般吼，我是甲讲。 做个人的母语甲族群的母语啦，你个人对的，还佫有族群的，你爸爸妈妈你迄族群原地，比如讲你若台语族的，照讲你的族语就是台语嘛，你个人，理论上啦正常状态之嘛是台语啦，当然有一寡无正常的状况出现啦，就搁另外有共的情形啦，佫来另外一个概念是讲第一语言甲第二语言。 第一语言通常，咱第一语言读讲哩，你一出是水的遐语言，叫 first language 是第一语言你若会晓第一语言了呢，佮会则佮学的，迄就是第二语言上好判断就是，你甲回想啦你台语是安怎学起来？你安怎会晓讲台语？你若已经袂记，就足自然自然袂晓讲，迄就是你就是你第一语言啦。你若佮伫遐想讲，安怎学？像讲英语我过其实较早。 我是国中一年才开始学的，以前我来记 A B C 啊，个啥物 this is the apple，this is the 什么，我来个两记你若会记这，你啥个，迄就是第二语言啦。这是你安尼读不清楚的安尼伫正常的国家内底呢，通常第一语言就等于个人母语甲族群母语，伫正常状态是拢等号当然伫无正常之下。 譬如讲，你若是面地，你若是面地，就可能就是等号啦。或者是讲你若移民的家庭，还是讲迄个异族通婚，当迄个佫无共的情形啦，但是若正常状态之下，譬如讲，习近平老爸老母，我是毋知老爸老讲啥，应该是讲华语啦敢会讲老爸老是中国人敢会讲老爸老母讲华语，结果出一个囡仔讲你讲迄个讲台语。 还是讲日语就好啦，敢出一个囡仔讲日语的，正常状态是白嘛，除非是迄种特殊的情形嘛，对无？但是咱即摆台湾就变，台湾就无正常啦，所以就产生啥？就母语的异化起来，母语的异化母语的异化就讲，你个人母语甲你的族群母语讲切两样。只要讲咱爸爸妈妈若台语，你就是台语族群的嘛。但是咱遮足济。 理论上你是台语族群，但是你爸爸妈妈无甲你传承，无继续甲你无你环境，所以怎啊袂晓讲啦。若较好笑个，可能佮加加听啦，讲你当来。这就是要母语异化的一条啊。母语异化就是你可能你母语要转换啦，要转换做华语去啦，有即种情形通常呢，这种差不多。 两三代啦咱来看像讲咱台语甲华语这种情景啦你若个人母语族群母语，比方是台语家庭，你族群母语是台语，甲你个人母语理论上是嘛是台语嘛所以你若两个这是拢 plus 拢对的就是讲你若拢有保留起来，台语华语拢保留起来，容易有相异的能力你若是即个纯华语尔，台语无起来呢？ 你就变单语的能力尔，你若单语的能力，你就是准备要以母语转换过来。所以咱即摆
通常拢较三代啦，咱来算嘛，比如讲阿公阿嬷，迄代拢讲台语嘛，甲爸爸妈妈会啊，你听有啊，但是伊袂关心讲，所以爸爸妈妈甲囡仔你讲的时候，一定讲华语嘛，所以交第三代伊就台语就听无啊，所以通常他平均这到三代，一个四代，你若无特别过，你就等袂无去啊，差不多是安尼，你若无特别迄个过嘅，差不多等袂无去啊，咱种台湾就是安尼啊，差不多你讲三四代了就差不多，尤其咱即摆政府也无支持啊，咱一般民众意识佫无够强啊，意识的人拢是少数啊，大多数无意识嘛，所以点迄个等知影，所以咱即摆常常讲。台语话，即常常来讲，台语有危机啊，话讲台语做咩袂无命，话讲未来还佫有足济啊，包东南亚佫有6000万在讲，即个看你讲危机的定义嘛，你也讲计算嘛，你比如讲你像台湾，有啊，确实咱即摆真济啊，有咧讲啊，所以咱大家不要台语电视台啊，即摆有嘛，只照比例、照人民缴税的比例，你嘛爱做台语电视台啊，对无？咱即代是，但是你若看，下一代、新一代呢，伊会晓讲，或者会晓听，比例愈来愈少呢。所以是两代危机哦。你过一代、两代，就加三四十档，你若无改变，三四十档了无去啊。咱即代死了就差不多无去啊，爱足紧的。所以你看像讲平埔族，台湾的平埔族就是安尼啊。咱根据历史的研究，伫19世纪初期，因有人用平埔族话写华人客呢。讲文书呢，19世纪册是还佫有呢，到20世纪册了，对，19世纪册过了就无人写啊，所以平埔族语的嘛，即摆嘛，求去啊，差不多无去啊，伊即摆像时代的，阮台南时代的硬币求转来，但是硬讲足少，即摆咱靠迄个古早迄个荷兰人编的迄圣经时代的圣经，靠迄个叫抢进转来呢，所以你看足紧的呢，无几代就无去啊。所以你讲骗子是了人讲台语无对，毋过呢，下一代呢，足紧的20档、30档就无去啊，